慢慢嘅深呼吸，將你嘅專注放喺你嘅眉心輪，然後慢慢咁樣放鬆你自己，再深深嘅吸氣，放鬆你嘅眉心輪，然後打開你嘅眉心輪，接收宇宙、嚟自太陽、嚟自月亮嘅能量，吸收到去你嘅眉心輪，將宇宙嘅能量帶到去你眉心輪，然後擴張、放鬆，提升你喺眉心輪嘅能量，然後帶到去你嘅全身，最後慢慢嘅放鬆呼吸，將宇宙嘅能量帶到去你嘅全身，提升你自己自身嘅能量，同宇宙嘅能量連結，將你自己、太陽、月亮、宇宙連成一線。